第一个按摩时速嘅按步头，一群船员大帮苏联冇注意，添过围栏投入无嘅海底度，勇敢地向前朝。佢哋嘅目标係天地四方天赋光華華嘅城市，坦講最多嘅片，就做你開啟搭上上夢嘅美國夢。俗話講，海水淹到嘅呢數就有華僑，有華僑就有客家人。從 American 一種充滿夢想嘅天堂，有冇可能冇客家人跨海淹沒嘅故事呢？1848年，一位美國嘅木匠喺河壩上做事，一套神秘嘅金剛長到也冇住。Oh my god， 係黃金啦！當人到失橋當飛機嘅時節，喺二十嘅開始嘅佢家家族嘅淘金熱潮。就連太平洋對岸嘅發現，睇到一個消息，就田地一水一水衝過來，要錢睇架出啦！就算北面健康見來嘅難嘢，係要貴神神咩嘅直招稅，去其他國家嘅礦工打亂推，唔過就會當唔起發現勞工嘅美國夢啊！睇睇那邊戰時後，會員解放，便宜又好用嘅發現，佢是成為美國發展少唔得嘅勞動力。另外開山造橋，亦都會是很多斷掉嘅太平洋鐵路，一切係提前10年完工聽聽。睇啲啊，一拖拉庫嘅發現勞工當中，我邀請到客家朋友嘅演講咯。有條冇比，冇想當過後嘅客家人嘅身份比咩？1882年，美國制定嘅排華法案，擴大限制發現勞工嘅移民。本期有啲鐵路辦公過後，唔好叫做老炮人爭日常工作。接下來嘅60年，發現所移民美國實係難上加難。嘅天接下來嘅發現，佢哋嘅後台講價嘅用嘅美國社會，每日喺40級嘅遷徙時，啲事件嘅風雨當中，天天嚟談得嚟。不過，舊金山船嘅綠山牧業，所保留嘅一些線索，一個有發現非常實力嘅牧業，就想早期發現移民美國嘅歷史素養，早期客家移民嘅身份，都看啲墓碑好啦。1876年，喺舊金山出世嘅莊先生，就係喺舊金山老香港做成立嘅客家人。為咗帶喺香港出世嘅那嘢轉美國，就喺舊金山灣嘅天使島移民站接受新鮮國嘅考驗。到底係做在經濟史世界，係喺本送進影響呢？1910到1940年之間，嚴格嘅審查制度，開當到人冇通過移民站嘅考驗，也難怪有人愛跳海跳到入美國啦。對廣東梅縣來嘅李先生，當然就係先做船員來到舊金山，再偷偷嘅寫上岸，以前嘅美國夢。一直到1943年之後，美國將天天重新開放發現嘅移民，嘅客家人一本各地變通嘅故事百多嘅，在被南上嘅遷徙嘅立場。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， 夢想嘅身體，當導演快跑理想去前夢嘅國土。不過，對勇敢離開家鄉嘅發現，老客家前輩來講，出發之前，要咪做到確定定期入到嘅正義嘅無少無利嘅未來，還喺移民戰度漫長等待嘅前番，也喺條途後無身份嘅大人工身份咯。某天，就像喺河壩度潛到金沙中央，有希望就可以前進嘅動力啦。